小姐，我們為什麼不去法門寺呢？城裡的夫人小姐都願意去那裡，那裡香火鼎盛，寺外也很熱鬧，什麼香囊啊、手帕呀，都比別的地方雅致多了。還有小姐說的那個什麼帥哥也多，哪像這裡呀，又遠又沒意思。你懂什麼呀？真正修行的人要那麼熱鬧幹嘛？你看看這儿，環境清幽，意境高遠，這才是修行的好地方呢。高遠？哪裡高遠了？我聽王爺說過一句話，叫大隱隱於市，小隱於山。照這樣說來，還不是法門寺的和尚修行的厲害呀？哎呀，你還学会顶嘴了。我其實呢是想探探悬空老和尚的底。听說萬花會上的批注和占卜都是他搞的，我看呐，10有8九跟杜隐是一夥的。我跟你說，這世道上老道尼姑和尚队伍裡騙子最多了。哎，走了。你又餓了？对啊，那咱就赶緊走吧，一會兒就可以吃飯了。哎呀，別着急，他這個菜啊，一板一眼，毫無特色，我都已經吃膩了。你才吃多久就吃膩了？3歲開始到現在，你算一下。你怎麼3歲就進來了？哎呀，說來話長，3歲的時候吧，我得了重病，那個時候家裡邊沒有錢給我看病，恰巧這個時候來了一位高僧，說我原本就是什麼佛祖座下小童，只要我回到佛祖座下就能平安無事，所以我的父母就把我送給他了。哎呀，這封建迷信啊，真是害死人，真可憐啊他們。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中國廚藝大師李鐵剛和營養學家。2位小師傅。施主好。請問你們的師傅今天在寺裡嗎？我們師傅今天不在寺裡，他去忠義府念經去了。哦，不在啊，那我找你們好了。我呢，為了參加美食大賽，專門研製了一種絕門的素食手藝，不知你們可否幫我嘗嘗呀？是，來嘗嘗吧。好吃吗？哎，你們別光顧着吃啊！我家小姐問你話呢。你們師父名氣那麼大，每天見的貴人那麼多，你們作為他徒弟，會不會感覺壓力很大呢？而且你們這個領域發展前途那麼好，但是競爭也相當的激烈啊。那你們覺得是競爭多一些呢，還是機遇多一些呢？照这俩小和尚說，看來真是悬空搞的鬼啊！回来了。我聽說一般女子出去上香，沒個1天半日根本回不來，你為何如此快啊？我能是一般女子嗎？哦，不是嗎？那當然了。那我倒要試試，跟我來。哎，幹嘛呀，冰塊臉？哇，好漂亮啊！你叫什麼名字呀？不妨猜猜看，若是猜中，有賞。不是叫追風，就是叫踏雪，要不就是驚雷。你是怎麼知道的？他叫追風。這麼大眾的名字，用腳趾甲蓋想都能想到。這匹小紅性情溫順，非常適合女孩子騎。小紅，我去，你竟然叫她小紅，這麼 low 的名字。low？哦，對了，你會騎馬嗎？我當然會了。哇！哎，冰塊臉，我給你唱歌啊！讓我們紅塵作伴，活得瀟瀟灑灑，策馬奔騰，共享人世繁華，對酒當歌，唱出心中喜悅。